家好，我叫赵树，饰演的角色是无名。以身为这部戏的武术指导，动作上的设计都是由我来完成。一冲，他们就一冲，2个人一上来，我就先化开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部戏最难的应该是在地障碍来讲是水线，在打斗的过程，我还是以歌仔戏的水袖啊，让它做出它的呈现。手回挥的时候，正下要有。这部戏水仙、诸葛、玲珑跟千帆，我们都不用替身来呈现，就把小诸葛、小伟躲在那边了。玲珑，射力，撞砰，我把你撞出去啊！你就不要打到头那个。踩到他的脚。你先把这个拍掉来。虽然他们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武术啊动作，但是他们非常的愿意学习。我今天第一次吊威亚，你看我就穿这个，就看到吗？就是我们要吊这个，然后其实我第一次蛮害怕的，我一掉下来，然后就尖叫这样。3、2、1，走！跳出来，跳！但后来跳第2次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其实还蛮好上手的，而且现场工作人员都把我保护得很好，所以就比较不怕。右左，给我跳！很好。还有另外一次，刚开始导演叫我试跑而已，然后我一跑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，我怎么才跑1、2步，然后我的大腿完全动不了。椅子给他坐一下，互相。其实我有点懊悔，就会觉得我怎么会这样？而且那是我期待很久的打戏，然后之前我没有去上课，结果我竟然因为脚拉伤，老师帮我们排的那些动作我都没有办法出来。来，3、2、Action！ 说话呢，看那边。蛮好的。觉得人生的一个里程碑，又自己又把它完